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民调已经公布啊，立委陈定辉赢过林俊宪，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南市长。陈定辉讲有信心争做台南400年来头一位查某市长。伊的对手呢，就是这国民党立委谢龙介，伊就口说讲家己袂用网军，也袂干涉供电案。讲到这年底的市长选战呢，也是这两人第6届对下了。 和竞选团队做伙行一个大礼，感谢各界的支持。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公布结果，立委陈定辉赢对手林俊宪2.69%，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。我也会尽快的时间安排拜访。 那我们也会请益林俊宪委员。陈定辉讲，也向赖清德总统黄伟哲市长来请教，嘛较紧来拜访立委林俊宪。这摆民调输去，林俊宪嘛向支持者回实嘞。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啊，这个结果让大家失望。2026大选，我也会支持陈定辉委员。 2026年台南市长的选举，陈定辉对战国民党顶调的部分区立委谢龙介，两个人对议员、立委到市长的选战当中交手6摆。谢龙介恭喜陈定辉出线，话话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。不过去讲到网军供电案，敢若是要表达什么？我是不会动用网军，那也不会 摄入光电。陈定辉和总统赖清德的主代表林俊宪初选的竞争是真激烈，学者丁仁峰认讲，陈定辉先传出和总统赖清德袂合，初选期间真侪民进党立委议员拢挺林俊宪，陈定辉要整合民进党各方的势力，恐惊会比林俊宪较困难。派系力量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冲击那个变化会很大。对于赖氏来讲的话，是一个考验；对于陈亭妃来讲的话，如果他有机会当选市长的话，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不过台南市嘛，等于是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，为着2028总统大选是一定要整合。学者认为讲，未来民进党在台南的派系有可能结盟还是结合，嘛预估这对地方是造成真大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